咁啊，沖繩咧呢個殘波塔啊，都好多人嚟到打卡嘅。咁啊，分享俾大家啦嚇。未嚟過嘅網友咧，咁啊可以透過視頻咧，咁啊慢慢欣賞下啦，睇下啱唔啱嚟呢度玩啦。日本嘅沖繩。咁啊，而家手機旅遊咧，即係好方便嘅啫。咁啊，同埋咧，即係視頻嚟講咧，好多選擇嘅，視乎你睇下中意睇邊一個頻道嗰啲視頻嘅啫。咁啊，而家咧，即係好多人咧，即係拍呢個 YouTube 咧，都喜歡咧，即係坐喺一笪地方啊，咁樣喺度咧，即係跟住咧就喺度講自己一啲咧所見所聞啊。咁啊，跟住咧打個比較吸引啲嘅即係標題。咁啊，等人哋咧，即係去瀏覽佢嘅網站，咁啊，增加咧，即係佢嘅流量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我就冇乜製作嘅啫。咁我中意用隻腳咧，實地行俾大家睇下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日本嘅沖繩。咁啊，呢個除咗即係有關注我個頻道咧，大家會睇到咧，我有啲喺其他地方啊，甚至泰國啊、越南啊、呢個馬來西亞啊，咁啊美國啊、加拿大嗰啲咧，我就未做呢個 YouTube 嗰陣時就即係去過啦，甚至即係埃及啊、土耳其啊、南廟啊，即係嗰啲咩俄羅斯啊、東正教堂啊咁嗰陣時就未拍 YouTube。甚至呢個東歐嘅斯洛伐克啊、維也納啊嗰啲咧，咁我冇拍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即係有時間咁啊，話其實呢啲幾危險㗎啦。即係咧，有時即係旅遊嘅嘢咧，即係要量力而為嘅。咁啊，唔好即係把自己個即係生命咧，即係處於一個危險嘅狀態。咁啊，呢個沖繩嘅即係打卡點，好同大家行埋呢邊，咁啊兜個圈，咁啊即係旅遊嘅樂趣咧，就係尋找咯自己嚇。咁啊，用不同嘅交通工具啦，你可以揸車啊、自駕遊啊，甚至呢個搭巴士啊，甚至係打的啊咁都得嘅。殘波夾燈台，咁啊呢度咧。俾錢咁你可以入去睇下嘅，可以燈塔啊，300。咁啊啲人咧，咁啊好多地方都有呢塔嘅嚇。咁啊有啲人咧就行落底下，啊。咁啊影下俾大家睇下啦嚇。呢個49年2月。咁咧即係分享下咧，呢度有個即係好似人啲雪糕車啊，可以買汽水啊、雪糕啊、一啲輕食嘅嘢。咁啊，即係肚餓都唔使驚嘅。我將啲資訊分享俾大家。呢度叫殘波夾啊，就係咁啦。
咁啊，呢啲實況啊，盡量分享一啲資訊俾，甚至咧即係分享埋啲價錢俾大家。咁啊，即係唔同一般嘅 YouTuber 咯，我就中意咧即係去隨心隨意，即係分享啲資訊俾大家。一個即係吃喝玩樂啊、旅遊啊，甚至呢個住宿啊咁樣。咁啊，即係瀏覽唔係好多嘅啫，呢啲即係呢啲咁嘅頻道，純粹就係即係分享咧一啲未嚟過嘅地方，咁啊俾網友睇下。咁啊，如果唔啱嘅，唔好嘥時間啦。即係如果嚟到呢個沖繩就係咁嘅意思。好啦，拜拜，我都食雪糕先。人生就係玩下玩下就一日㗎啦。